冰箱甲洗衫机拢总无啊，但拢无啊，拢无半粒啊。碗橱、烘扫的拢无啊，洗衫机2台。无，迄电视楼徛伫遐厝顶去呐，你遐要看厝顶遐电视，鱼仔拢走去厝顶去哩，鱼仔真正有够可怜啊！这目屎口甲无目屎人哭啊！ 那个都倒下来了啦，什么都翻了啦。你再走进去一点没有关系啊，我们在这里啊。到这边它孙子了啦，只有剩下那一张。这里面很少哦。啊。你看那衣柜啦，那个淹到这边，你看垃圾一堆，有没有看到？衣柜有没有看到？都翻了，都倒了。刚才那个是床铺呢。 这里啊，淹到这那里，你看有没有看到？这里根本就满了，就没有看到了。哪里？是厨房啊，满目疮痍啊，真的。有没有凌乱？有没有？够凌乱的了，真的。昨天是好在有他们帮忙，不然真的。 bảo ấy hai nó chờ con tốt mình đánh hết rồi không cô đánh cái quá to là cái bán xoa hết cái xéo hồng ấy dù xoay đông dùng thời同埋地高位呢，喺蒙住啊你呢。一班有拜拜冇？一班都問佢啊，咩拜啊？啊，佢每月儲到嘅啊。什麼嘢？係啊，什麼啊？屬問題嘅啊，因為冇錢相本嚟估對啊，或者搞到個病人呢，搞房呢，點人呢，房鋪台呢，係約佢會請你哋台呢，我全交過嚟。 咩啦？多謝電炒家啦，多謝邊嚟㗎嘛？唔好，而家用電啊！
边啊摕。来得及啊，因为爱行出来吼，看到个水体个流落，啊，感觉嫌慢的先生讲个学倒摆牵去高个地方啊，查伊摕出去，啊，也慢水落，牵啊久落，啊，水都慢风落啊。有对迄面讲解无伊像言行作伊是咧3五安尼坐出去村咧拢无啊。伊先恁个迄阵妈祖啦，啊屯遐个祖先啊，伊思念伊咧愈坐恐开坐伊迄面啊呢，边伊个邻居饲一个小瓦斯炉啊，啊愈老也着安尼个鱼虾去煮啊。你传来传去呢？嘿嘿嘿。用乜传啊？啊，愈白啊，白安尼个，互因个苹果糕啊，哎呀苹果大愈白个爱盐皮，互分个隔壁个阿婆，啊阿婆伊个用属于溜过去对面分因个先生死啦呢。从不毋看个木骹地背拢空空无目个，啊无面创啊无食水嘛啊愈无个，啊创做生意创遐咧拖伊，抄东西个拖伊，嘛个愈无个。你喺度考啊？要種睇好耐啊？係啊，我先賺到幾啊？哦，都邊？咩啊？我哋算是是，伊迄對爸嘅書方，你可是上嘅，係啊。有時候對完寫，你可是做嚟啊。你做咩啦？係啦呀，用輪流寫啊。因為個吼沙因最久吼，青蟲啊，我做媽媽吼，我下去吼，哪位我因八股啊？有冇？哪唔係？佢蟲。我即架車吼，你較省啊，係啊，而家都冇錢嘅喂，家減啊，講吼，我睇書做咧，係啊，我冇翻老師嚟咧，冇係啊，你至少可以快樂啊，補習啊，讀書啊，古來一天書修得有也休閒，而家冇誒，讀書古來你會成唔同，係啊，一天書，啊有時啊吼，即係講吼嘛隨過啦，因為吼。人手像安尼，有時安尼做為較壓榨啊，還是講安尼分乜個貸款有壓力，有時候家減要掃動安尼風台尾。嗰度朋友講，哎，你來佢唔會拿嘅咧，啊講你拿個存哦。吳明路加油啊！冇幫人壓迫到不點，唔會差喲。而承受很大人的壓力呀，對呀，安尼可以啊，佢講嘛，迄人可以太細上，問題唔可以太細上同人講啊，對呀，他們沒有出發的管道。光我池子裡面的市價保守也有1500萬以上了，哎呀。結果我們夫妻努力了幾十年的心血都沒有了，哎呀，包括將來你要重新開始，也要去貸款啊，也走得很辛苦啊，哎呀，你說這是不是從天堂掉到地獄？走那头要走哪开？修理房屋啊，房屋坏掉了啊。还修啊？家做咩啦？这
敢勾啊，看你勾啊。有的自己做，有的请别人啊。那个面店可以多年？89年了。无法度啊，天灾啊！啊呀嘛，如果靠安尼，从安尼本地人也许顺的人的生活吼，安尼打拼真是蛮脆。比如尽量安尼，靠这家力量安尼就奋斗啊，无用。也愈难教落也美，吼也从拄通倒也从拄的人来讲，讨食愈爱讨客家人的洗妹，客家人的洗妹吼，食落共有刻苦耐劳勤劳安尼。因为安尼迄边的生活吼嘛，安尼也比吼，也海冒的，蛮有陆地，反正也是得去走马西，没有靠海，还可以靠陆地生活。生活吼，还也不是说会富裕啦，都还过得去啊你啦。88水在之前，其实这些建设是在之前就计划的啦，对啦。啊是讲结下就是新进上不用诶，假面讲啊，收成以后来做也着洗头，有无？啊，真个变咧哦，太水重诶，迄边咧会退款的咧，啊退款就做也着洗的啊，系啊。吼，你真个他给你的问候语啊，以前人们讲是包膜啊，人家本来都黄的啊吼，啊真个没有，可能都你退多啊。不用做梦，可能听伊水响啊吼，你真创的啦，系啊。啊，结果他跟伊老公，哎呦，嘛无面对事实哦，哎呀，风灾，因为暗插嘛。感谢的这些人啊，我那时候路况很不好，伊就讲带8爪车进来，这个摔得四脚朝天呐，车子坏掉啊，脚轰隆刮伤吼。哦，很多哦，整个看到压伤哦。真的，就每个人都有，在我这边都是一个故事，然后包括国军我觉得也是一批就是一个故事，哎呀，然后娘家的人啊，然后我各行各业的老师啊、朋友啊，哎呀，那时候我都怕我会有一天会忘记，因为人太多了，给我的也太多了。然后讲英文不想哦，哎呀，因为还有忙碌的生活啦，然后那个脑袋不灵光啊，我怕我会忘记，所以才会想啊写起来。我觉得给我的不是只有这一张啊。延文村伊个吼，到阿宗的吼，伊个物资可唔多，但是伊嘛是对3万个村，伊个用个乌多摆有无？
买团圆，较摆团圆寿礼，毋是钱的啊。安尼为民服务的一种的心境安尼，团圆服务安尼，啊，感觉伊蛮可以的啊。中安啊，中安。好啊，有啊，啊你阿帮有较难啊？有啊，客人啊。对咯，阮这等谢。我看遐袂使啦，遐袂使贵，较价价遮啦，较价。我不拉几美丽啦，不要紧的，加不要超好哩啦。可能迄只食槟榔一起噶，加不对来啦。安尼会使啦吼。啊，就同讲你讲你白下啦，岁数大啦，唔要盐酸啦，数大啦。伊个讲呢，安太白下就空，白下就喷啊啦，伊无等眼姜的啦。抢几多人咯？嗰台風要比嗰度老少嘅啊，見本嗰冇，我唔會老少冇。因為佢看到按冇老少都拍唔開來啦，講對嘅，講對一個人，唔好嚟多呢唔。新公司一個人做會多。大咩魚？很聪明，加一个卤蛋。木林教育我们不应该有啦。好，等下加两粒，那个完啦。来，我答对了啦。再来开一下灯泡。我旁边啦。你張龍請上。呀，張龍請問下。靠分兩啊，分兩到底嘅。但是吼，阮的锅花，应该是迄沙啦，沙有冇啊？沙无，伊卖沙哦，迄沙就可以。沙就得咗。好介济哦，哦，佮迄沙质料介好诶，纯棉的呢。再是沙貨。是。啊，差不多诶。在这有当本地家，本地家。我们告诉他，告诉耶稣之名，告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他，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赞美主再来。安尼遐边特色路诶，葱啊、黄番啊、番红啊，啊，味道别的地方是唔多诶，安尼。是葱啊吼，底部有含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啊。要油鸭咧，鲔鱼饭汤哦，是家下哦，特别用四天哦，啊，如爱分一道公饮食。迄着四田骨无的人啊，爱食遐个，啊也嘛吼，较厚迄道黄片，吼啊，愈安尼煮啊，啊翻开去安尼，愈安落啊，毋是煮啊呢，
糊加加愈粗个啦，愈安尼煮煮啊咧，愈安尼稀个饭甜甜啊，愈抽饭落去安尼啊。完全拢无迄个中秋的气氛啊！甚至有诶拢惊啊、遮水啊、遮电啊，大家拢赶紧前2天就已经拢请人车出去行。我说风采紧落去，风台要过来啊啦！风采过来，大家讲要闪走啊！二送头啊啦！啊，就是讲要找伊找伊。马仔就会换落去就会对啊啦。伊迄只有分送的啊，像个一只底吼，你差不多分600块左右，这是1000的呢，免200块不是钱的，系啊，啊较俗啊。一般人哋一行吼，一般人哋一行个33吼，你好得呀啦。我的心理路程都讲啊，甲车管吞的，互这人个做花干做咧，啊当放鱼啊落来饲，啊毋到我当趁钱度生活过腹肚。这上重要尔丁，其他哪有啥物重要？安尼尔，上简单就是安尼。啊，无这个李处长哦，阮遮无少啊通吞啦。这个你们如果感谢伊啦，冇钱的有吼。啊母啊好啊啦，讲去3万啊，啊即个按落要团来开厝啊，安尼团安尼加饼安尼，要互伊加用，安尼做生意吼，安尼无太不同，做高汤哦会上。以后吼要来起火，较紧做起来啊，啊到大锅搭落去啊。啊，若八滴咸水吼，是我这伫抾迄因着咸水就歹倒起来安尼，盖压火啊，火较袂自火啦，阮盖严啊，啊这盖严盖。
点，快点了，姐姐。用来就做成条竹花啦，就天路啊，我成条看手里啊，都用树压是啦，你就帮茶你啊。先用那个毛毛鸡話，用整乜雞？我那咪當你皮殼嘅啊，睇你嘅見咧，應該你立住啊，因嘛，你間你點啊，讓做咩事咯？叫佢睇神呵。我比较不喜欢说有楼上楼下，因为我这样会跟小孩子一些的教育啊，什么观察会隔开啊，所以我一般我的建筑就是全面都平面化，我都喜欢在地面上。结果迫使这一次不行一定要有一个2楼准备逃生的空间呢。就是做，万一还有再来一次的时候，我们至少还可以保命啊，保住我们的下一代，也保住我们自己啊。像顶边。来，因只有短15分钟的时间呢，阮规家伙喊走袂去呢。嘿啊，幸好是我老婆比较机智说好了放弃了，我们很早就跑了。也很少有女人说能当机立断1、2千万价值的东西说好放弃了，逃生了。很感谢我的老婆，要不然真的跑不掉了。短短15分钟，竟淹了3公尺以上。而且水流湍急真的跟一部电影几乎相同。明天过后。即马咱来头前摸彩券那个掠开。他们都是怀着慈悲的心来到温子救灾，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最善良的善心人士。人人都说最善良的人都会上天堂，最坏的人会下地狱。我有啥物愿望？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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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马这个读册啦，转来迄个啥，迄个说联络簿啦，咱是看无啦，看无啦。到底老师交代啥，咱也看无啦。阮太太中文佫看无啦，中文。要摆年的呢，伊虽然毋免秘密提啊，你踏滴滴有冇？有时怪事也很空空啊，又要再去拍床，变成安尼心拢掉落来啊，嘿啊，就是都还没有完成啊。然后故说安尼也容易轻佻吼，终于快要完成了，哎呀。我老公讲小黄的成本过高啊，就算你去加嘛加落讲唔同诶，比你讲自己先保护好自己啊。我想去跳安尼有无？都唔当去参观啊，去跳太空包，也就等于20小包的父母来嘛。我想去方用诶100，快要130颗，我50头的沙蕉啊，对啊，我去恐怖哦。伊孙去因拿蛋咧饭啊，因拿蛋咧饭啊吼，孙咧有时俺不同俺唔敢孙来，即个像爱放来行啊，伊生伊啊上夫有无？唔敢孙后你吼，太恐怖哦！俺爱咩讲，你孙啊唔孙你嘛，我就同他孙钱啊，我还是要做账啊，我还是要知道我用了多少啊，下一张支票是多少钱呢？乖乖，从我就继续念有无？念那个会念咧，就是有念咧会强咧。呀，用阿爸，哎呀，
8月8号的前一礼拜也可以向政府，安尼咪去亚公啊所阿妈啊落台，伊师傅哎呀，朱田园公所的代表啦，咱来代表去献花啊着，啊你也着顺的安尼。唔错啦呀。阿明阿弟啊，哦，吉下个皮蓬哈，吉下水皮，你看吉下像个面试也着伊幸福洋溢的啦，吼，伊有信心的啦，真假哦吼，我叫我唔敢招惊的哦。我学到着，这个我学到啊。老人讲应该这样搬的。你啊若无去也毋搭对阮来泡茶。我都伫庙前迄间尔泡迄种庙前啊。大头家。你直接做囝真好啦。你唔敢飲？真赞的，真赞的，吼！逐早过来食啊好嘴。透早就甲我叫讲，着要来恁遮食圆啊！你甲看这做囝只啊？这后尾加饲几个啊？安尼。嘿。哦，好。有效一个有够啊。哦，这真正赞。伊吼打做咪都暗，前2年吼咪演啊，每项啊。愈卡伊嘛无建设，伊愈拿愈野风的人呢，安尼生意如吼，吞的因神枪耍少分，每项。对嘛？遮摆安怎呀？迄客人是水果头前的，真遮人安怎摆？摆拢做写香啦。做先摆了，再摆地。对啦，拢位个啦，对大先摆。位个呀啦，对大先摆。先拜，啊，再来拜地基主安对啦。迄个空落来会敢好，即个空落来，嘿，这空落来，吼都嘿，这样空落来。好，看你安怎摆。啊，这不要再来拜小姊你较后摆？无啦。你较后摆，较摆。对啦，拢小香啦。啊，只有那可以敢用摆，可以用个摆，好伊啦。嘿，咩？哎呀，你嘿咩？嘿哦，哦，跳蛙哟，哦，嘿，你可以用个摆，你好伊摆，你好伊摆啊。你好伊摆。嘿，好伊摆，好。冲呀，哎！冲呀，嘿，冲呀！好了，快点走，然后。你别吵啊，系啊。我介你袂讨红好无？唔是，安尼唔好安尼，无习惯，唔会安尼。严重的气候，吼。边来加落啊？南头中寮乡啊。啊，用温饮食都要。做便宿舍啊。做便宿舍啊。啊，佮差不多点水哩好。还有个老店的那有嘛个喏，两人有啊，拢嘛用伫超商个迄个，啊个都老的啊，无。可以按旧的啊都。本来礼拜水灾吼，无一块啦，啊无一块按倒洗我做嘛干咯。3天，单独天72小时，等到他会游泳的时候，你就要放出去了。还没长眼睛呢，明天就长眼睛了。这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放后天早上5点半我。
嘿，它形状跟红鱼啊一样，一种鲷鱼也一样。龟小架就是大的很会吃小的。唔即个唔可以拢无共种啊，像我老公讲的啊，安尼因店面免法度呢，讲无急啊，愈迄愈也问嫌要食食吼，脚步愈莫乱掉，愈慢慢的行，愈唔好等啊，等都是太米的，安尼咧分数量分板头，愈迄太细米啊，分可能可能嘞，迄唔大班人再来买啊。真是讲几公倍啊吼，就是很可怜我们不然一口饭吃吼，你的爆量给我的话有冇吼？乃愈3个多钱啊！迄模范就是发一条太条钱，你买知啊？曾经会计讲啊，讲爸水在都紧吼，一种爆料来替白中标的，我只能火它。好，谢谢。这安尼咸饲料吼，无咧咸一两包的呢。系啊，安尼以前正常迄咸吼，80包、150包、100包，唔免安尼哦。伊迄知影是咧，咸迄个20公斤咧粉土的有无？系啊。啊，就是咸饲料一样啊，囤积迄个会计讲，你要跟我拍手。系啊，爸水在今天第一次叫饲料。对关系吼，提的提讽是安尼。因为伊唔免一味吼，有关系提啊是啊，安太唔同啊有冇？我天天的想，天天的想，想必关系啊。有冇？演付出的不是劳力而已，那个心吼，如果唔会输本工吼，可以就米子呢唔会输本工吼，可以就有些生年用的是嘛。有时候人爱讲俺唔贪得啦，唔要讲唔贪得个钱的有冇？在路上都后路人工的啊，坑展啊有冇？可以观察有没有鱼，然后它的健康情形。2、4、6、7有冇？7条。嗯。糊呀，安尼伊迄土新手安尼咧研得看伊落一度吼，安尼就包办的安尼，更加拢磨的都安尼，太弱的包安尼都用技术机器飞好的吼，懂无？那有合作喏。哦，无关心来吼，吸起来啦，再吸你什么事？慢我客落来，但我当客落，叫我客落来。其实我当客出去啊。啊，你会哪收了，都要哪唱歌，搁愈有艺术。无啦，都无啦，无送来唱，都咪少人，佫无代无钱唱歌。啊，你是表示你心情好还是歹啊？无啦。是吗？唱歌毋是表示心情好啊？心情有时是假的。拖吼，我拄啊拖上，我平时拖吼内底遐有一支影，迄金啊大影啊，迄。捌的，可怜啦，这真影啊！啊，无迄套。好啊，甭讲啊，我来去。迄也无啊啦。好啦，甭讲啊，甭讲啊啦。好啦，甭讲，好啦。好啦。你唔捌啦，你就唔捌就讲你唔捌啊，你也甜的啦，伊下种甜的啦。哎呀哟，
啊，有固定的啊，有墨的的啊。我墨个欠路用。啊对啦，就是表示你明白啦。介绍迄固定的啊。我讲介绍啊，啊你就讲固定的啊，伊就知影啦。无老板就知用摇的哒。呀，伊不固定的啦。买2支这螺丝。哦好。买2支。哦。免无你甲我种螺丝买2支啊。小米人变下。你买嘛个呀？螺丝啊。有呢有人买哦。哎，也有眼镜店嘛，那边买安尼螺丝啊，哪要你去看啊？伊要开一件，啊。请了很多观众。相片真高水的啦，哎呀嘛，若伊照相馆比捌古啊，捌啊毋要冲的啦，比咧可能搁歹。啊！你即摆要入去用这，都毋知要哪用啊？是阮老爸。托蒙古来讲，迄相片变形啊，啊无变细啊，无以前的相片的啊。一张照片有没有？要塞在那个什么相簿里面嘛，对不对？然后泡水了啊，泡水，然后你撕开来就全章全毁哦。然后你就要用剪的去买一把那个锯齿剪刀，跟它剪掉，然后就跟它贴上去，这样就变成又起死回生的啊！啊，我改算哦，400几张，即摆这拢会当带某生囝哦，真要对找这，啊，若讲英语我拢无半张啊。你看这个小女孩，现在她们都国中生了。像一般啊，迄全面性做空用的语种嘛，吼。像对给你可是的，安尼可能2点2按出去，给他们一直下来，只要遇到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河流吼，安尼都会一次考验。总之按河流嘛，啊，都跌下来。系啊，用3次有无好诶，一项啊老公有去看到呢啊，有再去看到呢，系啊，伊讲看到发生啊，讲无发生哦，讲吼，也一直边看咯，也没绝对，不是绝对你可以做起来。可是你有做吼，你有几飞啊？你都唔是反而按多钱，因为你买鱼苗啊，系啊。啊，我放俺们讲吼，我已经了按多钱，反按多钱吼，可以送吼，有几飞可以送的几飞，我拢无标起啦。系啊，你同俺老公鼓励啊，提前数种吼，啊，你可是失败就再来，失败就再来，失败就再来，就错个啦。看咱豆瓣没不讲弄没事情。对啦，听听，咱来还佫有一群吼，还佫有鱼啊，咱来佫世界成功。哎呀，你我来拍波干唔掉啊！我已经搞1把叉啦。鱼苗我10多年无做鱼苗，啊就嘛从头就业，这边来也无家己较拼，无要安怎成本堂拢介贵呢？较升级了吼。你无鱼苗，敢若这鱼苗最起码差不多100万左右。所以讲嘛，家己看咱个鱼苗，互先起来插电池，然后部分咱这个情况就拍拼，啊，这个就搞啊做。标准警戒值9.48公尺，而且水位上升速度已达每小时0.22公尺，建议立即撤离下游地区民众。以上报告。哦，很干净。厉害，啊，整个4加1尾给宅啊有没有？这图片还没有买，
一米6块半。伊迄经做墙的嘛，吼，啊，迄墙的要一粒酸，啊，若咱加落去啊，是可能酸有的嘛。一米酸咧卡要电哦，啊，咪酸咧天降，抑个唔呢？如果系米红的准鸭吧，咪个是呢？如果去卡拉呢，有无？酸一卡一度，啊，咱就酸一度卡安尼。啊，想要心情有够好啊吼。哦，伊遐款都有较好诶，我从无过歹做哟。我烦恼啊，毋是有黄的啊无黄的吼，有烦恼有痛安尼啦。我规身躯拢去擦，就在家当啊买300块。我问你，我想啊，你要汤凉？是的哦。一个快手买了啦，再贵就再高兴就再退费啦。后抱嘴的心肝内，你的心情我了解，啥人心内袂感慨？你